咱国境就要解封啊，就要会当迎接国外观光客。有7个国家风景区，16个原住民族的部落做伙办活动，了解台湾原住民的特色文化，望向更较侪人来部落游览。来自台湾7个国家风景区，16个原住民族的部落，为30开始一直到10月初2，做伙伫家己阿里山山脚的祖族条路文创园区举办台湾部落观光文化特色的推广活动。其他管理处的话，各组都有各组的特色，还有他们的特产，还有一些特色餐。那希望这一次能够体认我们原住民的一些文化，也带给游客不同的一些体验。部落观光的嘉年华，那在竹鹿文化园区，我们希望这3天大家可以一起来一次看个够，也来看这边的周族的歌舞表演。台湾疫情缓和，国境嘛准备要解封，这对于外口观光产业并经济一寡部落来讲是一个好消息。举办部落观光的推广，嘛希望提升部落的产业经济。觉得如果是以外地有干观光客啊，或是其他有一些比较年轻的我们的族人，其实这样子回来后可以更了解我们的文化，然后可以参与，然后其实每次都有别族的跟我们做交流。其实以后大家对于观光的趋势也都有一些新的不同的需求，大家希望能够更乐活、更深入在地的生活。那我们的部落观光正符合这样的一个趋势。观光局表示，这届活动是头摆伫部落来举办，嘛是头摆连续举办3天，希望会当互16个部落好好了解因的特色，嘛互来参加的民众会当看到无同原住民族的文化。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